了我看 YouTube live 啊，不YouTube 人教我去辦嗬，OK 啊，YouTube 我跟你講埋下。OK，Hello。各位聽眾，我阿哥冇咪水，當未記話會啊會，鬼會識什麼？切，各位聽眾，歡迎。等陣我實時話我頭整會本嚟我未記識，安怎啊？哦，切，我安尼紅哈，我是紅公會。你話乜成個硬鋼嘅會咧？就各位聽眾，歡迎嚟到嚟收聽邊個學見嘅故嘅故事。這個禮拜，我哋咪講嘅故嘅故事有兩類，所以有可能是19分鐘啊，這 episode 就了啊。然後介紹講啊，揾到 calling。係啦，冇可能第字。然後大家想我嘅特別嘉賓就特別嘉賓，我特別叫做 Echo，OK， 即係先 set up 當邊有 Echo，特別嘉賓 Clubhouse 嘅介紹就係哇，你講阿龍個水，等陣俾吉利歡迎吉利，幾好。普基嘛，แล้วก็阿龍。Yeah, what the fuck? 個水嘅聲，做阿韓驚啊！阿韓都咩事？我冇鬼哇！個有這是葡萄乾，到底我滾厝有葡萄乾？maybe 葡萄乾你講講。葡萄乾，你看到鬼哦，喺度硬講鬼，搞死我！唔能講啊，咪係啦，家己一人大陸講出。要緊啊，要咪事一定就正個哎，得很多是得買啊。แล้วก็主角一條半鹹甜，半鹹甜，要超啫。還沒做。介紹你啊，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歡迎อาหาร。唉，大家好。ก็豆哥。Hello， 大家好。ก็阿三laksa。Hello。ก็英國店。ก็ออติตูบายเชง Hello。แล้วก็我唔使講啦 ，introduction 你睇等過人嘅只 episode 啦嚇。講正佢啊！講正佢啊！我哋一人嘛，แล้วก็甘配，แล้วก็เขาเป็น甘配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小寶歡迎。個阿蕉。阿蕉喺度咩 ？I'm not a Christian。係咪咧？係你事？耶，當然佢係GIF reaction 咧，แล้วก็照晒。Yeah。即壓呵。個差別。Hello。呢個叫做一個阿什麼西 OK 介紹下 OK แล้ว OK 當今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幾個數嘛，所以總講內人講幾個數講是撞一下。咁你會唔會話即係我哋都加阿閒個拍攝？走起啊你巴海嘅 CBO 有看到啊？我知啊。我想問下幾個數？舊大講是接咗落嘅嘛，嗬？
嗯， OK OK 那邊該知啩？唔知啊應嗬？該會啊，冇，咱特別解講個誒，你特別會接講掉，冇是下禮拜下禮，伊成講下禮拜係是以前一隻下禮拜㗎，哦，哎呀，對，天啊！你係嘅，哈哈，以前下禮拜嘅嚟就你拜嚟錄音，啊，就是我驚咯，特別路伊冇 record 可那能嘛？我阿咪 email 路 email 伊哦 email 哦，嘛，哈啦，對啊。啊，對啊，特別亂搞啦，亂講我見到實在贏啦。你知我一班嘅 screen 到底我係怎樣要做事，我做咩時候安裝嘅 check 掉。OK，唔緊你話好話 email 啊嘛，represent 都 email 啦。當嚟講，assistant 做緊到嘅嗰時 assistant 是咩 producer？我已經遲下估啦喎，亦我就是就是阿咩是白狗咧啊！ Halut, Ah, halut kampong. sans ki Kang lu sim si po kampong. ko mai. 冇，阿 Lu 做到我 OK 嘅，我靚仔我 OK 嘅，係咪 email 嚟我做。做，嗱，即係阿龍嗰隻隻又會來曬啦，當然。No，以前阿龍嘅阿龍就改定，即係一嘥啊，即係阿會來呢個阿龍，我食條咪咪，你係使哦，你快樂唔敢問你變你看伊。呀！即係 episode 叫做阿會落鬼隻曬，喲，嗰啲係搞伊搞阿龍啊！食下面嘅，等陣，OK，等陣，不過伊唔使食，你食咩阿龍？你講啫。你 ice kacang 啊？哦，这边是哦冰素 Oreo 啊，對咯，係咯，後邊落曬咯，Oreo 就是。แล้ว我ไป看我拍嗰時候點啊？阿恆嚟，阿恆嚟講你幾個數行聽阿恆。OK。So before 我講我係幾個數咧，我就愛去講 double context 啦。哈。 So 頭啱 before 我人 go live 嘅時候嘅應該同人講，我最近我教我嘅姨照顧伊嘅狗囝，伊嘅狗囝咧15歲了，真係老嘅狗嚟。嗱，即係唔是狗囝啦，係狗啦。狗啦，特別伊成個狗囝，你看佢啊，細隻。細隻一直個輔導來，了呢？迄日就我就中嘛，甲伊去，互伊甲伊去行。迄時就是4:09嘅字，安尼看伊出去啦。1點鐘過後咧，我看到我嘅 iPhone 啊，因為伊是我是伊嘅 emergency contact 嘛。了我看到我嘅 iPhone 講，伊試到 emergency，伊 call 互 emergency services。就講最初是唔是切掉咧？然後我咪 call 伊咯，然後伊講狗死了，我講狗做咩死？講何狗架？我就講OK，我就卡尾去找伊咯。伊啲我嘅厝後尾嘅沙巴啦，了是 around 8個字愛行路嘅 distance 啊，2開8個字。แล้วว่ามาช่องที่ว่าป้าจำจะอยู่ช่องเก่าแล้วพอเรียนตายแล้วเฮ้ยแก้วหอต่อจะ想甲 Steffi 想甲 Pitbull 嘅狗假死哦，แล้ว伊等解要不出來哦，แล้ว嘛好事咯，แล้ว不要緊哦，我就中下伊互伊嘅骹加個真啊濟空落嚟大嘅空哦，แล้ว伊個家姐後尾這邊嘛是條假，做咩事都後尾家姐條假？伊講伊安尼款撲Kevin，I protect Kevin，特別迄兩隻pitbull拖 Kevin，一隻拖伊
伊嘅身軀會得拖伊出來，了另外一隻加伊嘅甲隻咯，驚死人咯，了嘛入到間厝咯，係咯，就不要緊咯，我就用一禮拜，因為伊是我嘅伊嘅狗嘛，了我伊會驚買放殺迄個狗嘅主人哦，伊人就叫我做 press release 哦，伊人 contact 迄個 news 啊，蝦米物件，就做 press release 咯。我一禮拜無做工，毋是因為我愛顧我嘅翁啊，我閣愛做 press release 哦，即個 attack 嘅事哦，我閣愛 contact 迄個 council 啦，閣愛 contact 蝦米物件哦，真係濟物件啊，了結束。了呢，迄個真嘅鬼故事是吼，Kerry 走了。一禮拜、兩禮拜，安看他，我避着伊個避哦，毋知做咩事。了，我就去找着一個馬來亞animal communicator 啦。了，伊講伊會使做過身了會pet 本。嘛去請伊咯，伊講愛兩禮愛 more than 2 weeks 較會。了我嘛去找伊咯，了伊就講，了我 engage 伊，我嘅 appointment 迄日啊，伊講，你嘅狗仔是毋是愛去逐日慢塗誒？你叫伊袂轉來誒，講 Kevin，安尼看伊袂轉誒，伊是較慢塗過來，講是啊。伊就講是啊，對了啦，伊啲 Rainbow Bridge 迄邊就是找着伊，特別伊慢塗。你都俾佢係咪 information 呢？你會講是一俾載伊名啊，啥物？載伊名，載伊就是死了，載伊互伊一張小影哦。我就去問伊，伊安怎？伊走誒時又驚哦，伊講無一下就笑，嘛 OK 咯。了我就問伊講，伊甲我大幾個日，伊歡喜哦。伊講伊真啊歡喜，因為我甲英國中甲我誒小弟真啊照顧伊，伊知，了 OK 咯。澳洲中啦，即係英國中，紅葉，我紅葉英國中去嗰度，我本時聽到紅葉乜紅葉？有咯，伊換硬嘅喎，怪我你有咯，伊換硬嘅啫，我都真係見到。我是真係 imagine 物件人嘅時候，伊一講嘅時，我想到佢哋傻瓜，想到啲狗，想到啲鐵虎，我看到英國中啲廚咗。有咯，我本時想到你講，做咩英國中解釋？英國中好老嘅，你殘了。英國中啊。特別好亂咗，你可以找到一個 medium 嘅，安尼好了。我啲小紅書找到誒，了我找到一個 post 講，因為我無人用小紅書誒嘛，伊快 niche 啦。小紅書是成個講 Facebook 吧，咋係啥物是小紅書？你係寫名嘅本嚟，伊成個 Facebook，伊是 Facebook combine Instagram。combine TikTok 個，伊參咩？入邊伊主要是賣物件嘅，要做在 e-commerce 嘅 platform 可能佢賣物件。然後我看到，因為我 post 出嚟物件，伊個 algorithm 就殺互我真啊濟告別你第51天，告別你第103天，安尼款嘅物件。了我嘛去找着咯，伊講。了，迄個查某嘛介紹即個 medium 嘅 service 咯，我就講OK，我嘛去 try 看啦，$60爾嘛，不要緊。哇！了是因為我愛$60我要對要緊啦，要緊咪再講嘢。and 可能 service 啊，啲 Australia 啲 Korea 本好啦，$60都actually 是真便宜啊，就 very affordable 嘅嚇。因為南西開單。南西咧喏，小紅書，南西而且去 Australia 開單了，小南書，小南書，大陸
我若是做，我做你会 copy，我做的你会 PR，个我下面不做，我爱一个 cut 尔，我买新路诶。哇，1%了，了甲人每迄个，伊会 cut 是80%。每種抓死魚啦，迄種嘢咯，抓死介梅了，咬死個梅，敢若劍少年啊，小強死本梅，伊就甲抓死伊本梅啊呐。60個比劍。好彈哦！佢先報，小強嘅你肯定叫到梅喺你善堂啊，嗰個驚善堂是你個梅別掉。善堂唔是啲迄個 rainbow 了，善堂是啲你浪cầu邊邊解。阿龍都啱係咪？呢隻 pet communicator for anything but gecko。唔係 gecko 呢 ？No 善堂啊啦 ，no 善堂啊，唔是 anything but 善堂格斯格抓。是啊，差。gecko 係 monitor lizard。No lizard。No reptile。Actually 啊 ，monitor lizard OK。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วยมีเกียร์ล้อ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วยทำไงsorry ว่าตัวเบย์ซาหอเบย์เรนโค้ทหอเบย์กัมบูทหอสุกะโบก็โบสุกะ因為真係麻煩，做咩事愛穿衫？你人穿呀嘛，我人九點面穿衫。呀，了伊嘅我係迄叫物件叫啥物咧？我笑掉。我笑掉啊！問英國中啊！我只叫物件叫咩？你硬啦！我硬我。我除掉迄個只是硬 ，OK。唔對，叫唔對，字唔對，硬不啦，係咪？我係硬下度，差淡薄買啲 Amazon 買 leather shoes 所以啊。哎呦，曬樣咦！真係曬樣，伊度好。你怪呢 protect 到伊種環膠吼，哎呦。伊個卡，迄個坑啊是。喲，你要將嚟條去拍針係咪哦？條叫條 rabies 係咪哦？拍針啊，拍 tetanus 咯。哈。了去報馬達咯，了報了馬達去到間厝哦，伊都無通提針本啊，因為伊個坑小大，我本提針會爛去。了。真係借新聞嚟隨意咯，就講咯，了真係借 news report 咯。誒，我講聽其實我講到底，我有一個朋友，伊是 pitbull rescue 嘅就係做，伊是講嗬 pitbull 誒安尼 aggressive 啊，是一人 breed 出來嘅就，伊 train 出來。伊迄個，所以哦，你要發迄個，安尼可能人就比發伊 owner 呀，唔是？伊是發伊狗，因為伊人是 train 伊做 aggressive 嘛，所以只惡嘅，然後你掉，你阿面你看起來啦，你識講 OK，人講這狗解咪是拍死伊狗，你拍死伊狗，伊問題未解決 ，because 伊個 owner 直接 train 伊 pitbull to be aggressive。了，迄個 owner。夾就一個成個燒手的迄個 stick 啊，來拍伊人喎。我會按叫啦，你會教啲教了，我會教啲教了，我你叫我會使哦，叫我人會使哦。伊就無講啥物物件，無叫伊個教的名，伊就用迄支物件，迄支叉來拍伊人爾。了，你夾你帶，你會教去夾咯。你就愛夾一安款嘅叉，你會搞是真係危險。是一隻 aggressive 嘅，就是別使出來啊！是伊比較 control 嘅膠本咯，你看一款。係咯。就我諗這邊啊，本是 KW 啊，真濟囡仔啊，學 pitbull 㗎，所以我諗嘅是啲ban pitbull 啊，當佢嘛真無了 ，because 你 ban 了嘛，甲伊就袂教了嘛，所以就是當佢我諗是啲袂使有 pitbull 了咯。伊人illegal 誒，伊個主人illegal 迄個狗嘛是 illegal，所以隨便就養狗嗰種件。Oh my god！哦，because 我諗這邊嘅時候，我
波啊，你去波馬打啦，呢度會嚟掠咯。แล้วน่ะสิ講รู้แล้วตรงกิมจิเป็นอุเลหลังจากจี illegal เลย right อีก講是尋定 so ตรงกิมอีหลังปุ่ง講น่ะ是尋定有ผิดบุปุ่น是ไม่ใช่ because รู้ติดเพียง講尋定嘛อี city ตัวใหม่อันนี้เจลุย去做 DNA 特別這人就是有可能本特別你我是聽我 rescue 嘅 friend 講伊講你做呢嚟講係伊個荷蘭嘅 idea 講 pitbull 嘅 breed 是 aggressive 嘅你是 pitbull 伊有 potential 特別你特別 train 你所以那是講你是 human being 條變做實際一人啊變做成講pitbull 被飼要 train 樣 aggressive 了是拍有啥物事是拍死狗呢變做伊個 because 這邊啊伊人愛 ban 嘅時啊 very controversial so 我去看啥物事的伊個 breed 啊伊人是 breed 了迄個狗有 aggressive 伊人的 animal 誒 specialist 是 explain 啊像個有個狗啊像個German Shepherd 伊人會 train a breed 伊個 personality is geared towards for certain things แล้วลูก像是迄個 sheepdog 啊伊人 breed geared towards dog like shepherd 啦 but pitbull is bred for the aggressive 就是 That's why problem 是人嘅 problem 唔是狗嘅 problem because 伊是狗嘅 problem 是伊做咩是伊 breed to be aggressive 就是用伊嘅 OK 你想一隻狗和一隻 aggressive 嚟講伊就是用伊嚟拍精但是講你有成個 even German Shepherd 嘛是就是狗嘅 personality 無像伊 aggressive 但是講伊直直 continue 是用佢哋 aggressive 嘅 gene 或伊嘅 characteristic 一直嚟 breed 嚟講變做你 breed 做一個像 aggressive 嘅狗特別 who's the problem 人嘅 problem 嘛唔是伊 breed problem 人家己 breed 出來呢 problem that's why 講咯你屬個 aggressive 嘅 dog 嘅人本身是 aggressive 啦 that's why 那時你可以一個 poodle 啦伊就被 train 迄個 poodle to be aggressive because the poodle gene does not have it in the poodle but over time 我贊成阿三講嘅話特別對 animal lover 是講你嘅狗是你想解決嘅問題是 focus on 伊個狗咯，你變做實對伊狗是無呢你無只講伊只你做咩是有 pitbull 嘅是嚟 breed，because 人 breed 伊做會做伊個 feature 還是伊個 characteristic 甲伊個 part of the characteristic 就是只 aggressive 咯，所以因為你人直直 continue，所以但是講你買嚟講，你會 ban 嗰樣比賽 breed pitbull，OK， 唔是講伊 pitbull 嘅 genes 派，所以อันนั้น看你變做成個講你無去講的，你是講伊 problem 就是 pitbull 呢，特別伊 problem 是 pitbull，problem 是人 breed 出來嘅 aggressive 嘅 pitbull。But the problem is 你被 legislate 人嘛，特別你 legislate the law。So 嘛是想講，有個人是小你可以夾稱 ，right？ 稱是拍死人嘛，是人拍死人嘛。So 你被 regulate 迄個人是小嘅，你袂使講，你這種人應該是袂使是 pitbull。So 我人是 ban pitbull。So over 5 years，你 pitbull 個了，你若是有啊，我人 grandfather。So grandfather 了10年前啊，過了時啊，你 pitbull 個了嘛是小咯，小你就袂使生嘅 pitbull 嘛。即係無生嘅 pitbull 呢，即邊就無人學 pitbull 教 ，so dog attacks 啊少去咯，所以當今教嘅了啊，古早是教是啊，特別佢囡仔嘅了是教囡仔變嚇，嘅了就伊人 attack 迄個身軀啊嘅了啊，真坎坷，所以當今有本是有教教，特別教是教手教腳，無講上加面貼加喙裂嘅了咯，是安尼講。我未 legislate 係人嘛，人嘛 legislate 係狗咯。一樣是唔是有迄個伊個樣是有成個小拍狗嘅一種嘅唔知，迄個 pitbull 是達掉是小拍狗嚟。pitbull 是小拍狗嚟，特別迄個馬達就講小謝力了啊，伊甲當今伊都找袂到迄個人。了第一動搖嘅是Kevin。啲我這邊幾個月是第一歡喜嘅咯。伊大概幾個月多3個月到5個月。哦喲，安尼少呢？伊本來特別伊講幾歲？17歲啊？10個歲。
了，因為伊人啲 UK 嘛，當今伊人 momentarily 搬去 UK，我甲伊講，你互我 carry 15歲，我17歲互你行你對，我講互我講衰啊，互我講衰是，因為伊嘅 vet 啊，伊照顧伊大 vet 啊，講伊13歲呢，當今15歲，我就講哎呀，無辦當了啦，是至15歲了咯。啊，你會記哦，早一禮拜前我甲你講呢，我講小心看了 KV。是啦，會記哦。咪 still attach，梁世教我講乜，你咪 still attach。哦 ，before 出事時啊。我已經甲伊講啊。哦，還沒事咧，南西你還沒事，你我係 feel 到我，你 feel 到 something wrong，feel 到 something，哦。因為 and then another thing is，伊上個知你知哦，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嘛是愛啲學做 animal communicator 啦。我就甲伊叫Kerry 嚟做 practice 咯。然後我甲伊講 ，Kerry 啊，你會大隻有了，了伊人就帶 baby 對來，你做阿舅啊，你知哦？伊講 kids 啊，唔係啦，而家我看到迄三叫大漢啊，我教了啦，安尼看教我人講話哦，伊上個是 my bother with 迄個 baby 哦，然後我講，做咩事咧？特別我無講出來啦。我 after that 後知後覺 hindsight 2020嘅是唔是？了我就想到有淡薄 connection 咯，伊上個家己知啊。咁你 before 試時你已經有你甲伊講話啊 ，communicate。我engage 兩個 communicator。哦。一個是因為愛佚佗爽呀。哈。後尾一個是因為伊是 for 我有 closure 啦。真無真是比較緊啦，是我嘅 closure 嘛。了就後面咯。伊頭一擺就講，哎呀，囡仔莫過啊，成日我老了都知哦。哦。這一句是這新人是講啦哈，扎嘅啲那 stud。先教是講誒。Jackie Dynasty。Hanไม่รู้Hanไม่รู้จุดไซHanอะไรAncom took how long to come back to you after รู้ send 嘢嘅แล้ว係咪啊 Animal communicator 啦 Ancom อีอง落股嚟กับลูก講 after รู้ send 嘢真快呢，幾點鐘呢？要รู้學รู้ contact 是รู้小紅書有รู้ IG 啦有รู้ Facebook 啦咁樣冇，迄個我 contact 小紅書是伊自動嘅 client 啦，了伊互我迄個 animal communicator 嘅 Facebook，我啲 Facebook message。that's why 咯，一樣before 伊 message 你時要一 check 你你 Facebook 看你小影，看你把你搞 post 上面嘅，so 這是 closure 啦，這是 yes。我嘛知，咪比較緊啊，是唔是？做 closure 呢 ？closure 嘛，呢個係安心就好啦嘛。because 已經冇戲本了，因呀，anyway。因為人講就係我穩當知。人講唔止會看到迄個貴先啊，人講會看到無如果少話了會輕笑啦，會搞嚟面會解講話嘅。你個伊講到一下簽嘅講。OK，係你講咗你喵咪去，你講咪去，你講咗，因為講卡你講咗係唔見啊。แล้ว會只準會講嘅只 creepy 嘅。所以我每路看一南西地磚咯，南西是地磚咧。南西地磚嚟南西是南西你看到時你是感覺到講 something wrong 嘅時候。有人咱特別講話咧，有人啲大人伊煮嘅物件，互人看。得咯。avocado。係啫。煮 avocado。白晒就睇人買袂到厝。哦，大概對啦。哇，伊個hot dog 咁大條。
好多的。哦，這是我想講英國中嘅，原來是花劍店我點嘅。啲誒，花劍店我冇求佢走開，我冇求佢走開。好了哦，做咩事？哦，英國中叫 Australia。個應該都冇點啊，周記啊算。冇阿漢，你是唔是少年英國中？而家呢一個是中啦，老細做咩事？我係硬叫，我照中。咩笑你？交玩落呢個先你。因為伊朗內人嘅硬毛名想嘛。哦。伊個名是伊昂嘅名是 based on 英國中嘅。P 嘅頭咯，英國中嘅 P 嘅頭，伊硬毛名啊 P 嘅頭嘅。英國中嘅硬毛名啊 P 嘅頭嘅。英國中嘅硬毛名是 start with P 嘅。迄個 SpongeBob 嘅第一好嘅朋友啊，迄個 Starfish 啊。SpongeBob 啊是。誒，OK，咁啊，就兩個講會講幾個就是就咁啊。我跌到，我跌到，嚟。係啊，頂個字是你唔是？我跌到頂個字是你唔是？唔是，我嗱頂個字幾個數字我困嘅。頂到啦，落音是咗，唔是頂個字嘅事啊！你梅依住，哦，你梅係你按nhau誒，是唔是？你 apartment，你 condo 啊？是對，伊講是嘛？But not why you need 啦，是 why condo 啦 ，but not why you need。ลอง你嘟กันหลอนมาไว้กี่ลองก็ไม่嘟係咪嘟嚟 confirm 話是唔是你嘅 unit OK 嚟你講你幾個數係咪 So I think 兩家姐嘛是在講我有做一個 volunteer work 嘅嘛對嚇 So 即個because of last year COVID 嘅時咧 with MCO 咪講 so 變咗個我冇對我嘅 center 咯。咁如果話有一個 center 度啲赤草行嘅嘢 ，OK， so 變咗講冇 operate through 嗰邊咯，so 變咗講咪是真正講就少有人去 ，OK，so 我嗰時 recently 呢，就是佢在 start 有人 some of one 嘅 members 啲有對去operate through 嗰邊 ，and although still most of the time still 唔是 actually 唔是 empty 嘅。所以是 actually 是你 imagine 是一間空嘅 ，I mean 一空嘅 apartment 嚟咯 ，OK，so 特別講是 share usually 用係一間 apartment 嚟做兩個 center 係咪 ？Yes， 對 ，so 當今since 都冇咩人嘛 ，so maybe 是 maybe one day maybe 是嚟 maybe 有冇是內人嘅嚟講嚇，一期啦，after that 人就走啦，so then 有一間就冇。which is one volunteer. Maybe it's more towards 講 something that is 南西，你講看到嘅，okay, because so far 特人冇看到 ，okay, and including 我有時陣咧早起嘅時，我冇去，係我哋講the describe 我嘅 apartment because 因為我。during my last renovation 嘅時啊，我做 tinted glass 嘅了，so 然後我做佢玻璃，唔是玻璃，係 tinted glass 咪是玻璃，咩啊？盲藤啊，個燈舊嘅啊，講，佢紮字頭嘅啊 ，block 字頭嘅嚇。So during one last renovation 我做嘅講咯 ，so usually 我嘅 center 呢嚟講，你拆開支旗門啊嚇，啱嘅咯 ，OK，so 你紮字頭嘅藤啊薄啦，就是講，對，so come back to one kind of volunteer，so he on duty at timing the towards the dusk 啦，被暗暝時，late evening to night 嘅時 timing。有冇 edit 出來時？咧，依時 actually 依時 from 即係依時 Catholic 啊，咧依個係 CIC 嘅。CIC 係咩意思啊 ？Charismatic 嘅 CIC 啊，Lord
是啊，哈？哦是，CIC 是Immaculate Conception，yeah Church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OK， 對。對啊，แล้ว唔知啦，我 feel 嚟講係嗰時講嘢 ，maybe the time maybe either 嘢換格嘅，成日啲 because 嘢 by profession 是一個 counselor 啦，所以如果有 counselor 佢是啲聽嘅話嘅negative 嘅嘢嘅，所以我唔知有的是 have to do with 一個ในความนี้所以เป็นโจก็กับ bad luck or something 啦 okay so story 就係ในความว่าอยู่จริงๆนี้โดย嚟 on duty สิ so in between phone calls สินี้แล้วขี่วางใน pantry หรือชิล okay so วางใน pantry หรือแล้วแต่ time 就係อาบน้ำ so which is 話過後อาบน้ำแล้ว so 會一開 living room 嚟開所以when 一洗手嘅時，你一看葉頭先有一個window 嘅，包括是窗嚇，即窗啦，然後包括係tinted glass 嘛，所以一個 reflect 到對葉後背嘅咯。所以你成日變咗成隻鏡咁起來，啲後背嚟數。我洗手嘅時候，那一度好看嘅是。你看到一個查甫，坐大舊椅，我如果是後尾就是 actually 我 living room 嘛，所以看到一個查甫坐大舊椅，白頭鬢落去咯，一看就講白頭鬢，你看就一隻人咧，所以等於大嘅相對一隻人，所以都有可能講有別人，冇可能講有人頭走入來，如果我玩家當佢用氣格。而家入來，所以冇你 access card，而家都未接來。你看到一個就錯，然後包圍一頂起後尾看先。我就是被問講，你我 reaction 係講我看到隻 reflection 後尾一隻人，我特別是現時邊個去看，是一句，我冇想講到底驚去看。一頭先一邊邊需要講一看到。然後 after that，一個有幾拿刀嘅，伊講。一直去咪玩嘅 call room 嘅時啊，一看到即係惡食嘅車都走過嘅咯。OK，然後我覺得伊安尼可能係就係走過嘅啦，然後伊就冇講差落啲有十點，但伊冇講講嚟歸納到嘅就有時啲聽電話嘅時呢，伊拗嘢講到佢或者伊看到講閃過咧，有時嘅閃過嘅。所以我真奇怪，講我是我規日 always 去，有時 morning 啊，有時暗暝我們去啦，有時家己一人在面做我 never feel 到安尼款嘅feeling 嘅。有人陪哦，有可能較白，咱陪下教冇咩sense。所以我嘛有我會，然後我會咱嘅即南西，南西先生，你可以60塊美金喎，60塊美金。所以我會講，actually 有 sense 就 anything 喎，一個有。But I mean not 冇奇怪咯，after all 佢哋我哋講佢哋會，啲 you know coming to 2 years 三冇咩啦。So before pandemic 是，你是感覺到講伊是無嘅，特別啷行過一站了，伊變做有可能物件走去下邊大去，是唔是 ？Never 聽過講有人講過，你未 confirm 啦，你未 confirm 講有啊無是講你一道行過啊，一道有可能變做樣較冰嘅，什麼有可能嘅？但是坑小菇咯，坑小菇，就人使講嗰坑小菇，坑小菇會有嘅啦。แล้ว我記到我朋友看到嘅時啊，伊是想達到看到像一個雜白樣，還是像無像嘅？無，伊大家看到講是黑色嘅白樣。哦，特別看袂出是像，假是一個大波雜波來看袂，伊是看到一個黑色嘅白樣。你看到咧，你白樣就小背來 flip away 啦。意思就係講佢哋台灣講，為一看到多嘢後尾有隻查某白頭鬢嘅，呢佢哋就是講你是真正面講，呢就是伊哋就是看佢哋 mirror 佢 reflect，呢個 glass reflect 嗰啲嘢。是大底嘅 screen 唔就係看到，唔使叫你起來講咯嗬。
哈，在啲 Sugri 嗬，唔知有看到。Sugri 是你有看到咧，使起手嚟斗架手學啲拄者 confirm 者是唔是真嘅？哎呀，嚇 confirm，唔是真唔真啊 ，confirm 講來60塊60塊。I think 我唔敢甲人講，because 我見到係我人買去對。我甲買去。係啦，特別我已經朋友本真正達到本真正協伊真正暑假去載可能嘅嘛。我唔知講，我冇講真正白嘢，I mean 我是知講嚟講意思啊。如果我知講夜間伊是做 counselor 然後伊是Catholic 咯嚇。我 I mean personally 我是知安尼款嘅。哦，你冇講佢白隻食真正白伊嚇，白冇講就食，即係知講伊住，伊唔知講我住。嗱，人講佢嗱，人講 blackout curtains。blackout curtains 對。這個即係我學嘅話叫紮字頭嘅藤亞布。apartment 嗰度就是係即係舊嘅嗰啲 blackout curtain，咁未做。blackout curtain。但係講錄自己嘅事，就是講規間是暗暗嘅咯。誒，啲人咧 clubhouse 你知啦 ，clubhouse 人無幾個是會講啊，即就使你學到有幾看到未？出嚟了未？望你讀啦，老闆。人看幾樣嘢就學到。誒，我未諗起學到誒。就謝學到我就謝嘛，特到咪拖，你拖你特到拖我係陪單拖，慢慢拖落嚟。我琴咧，佢就慢慢拖落嚟。學到，學到誒，學到 ，actually 我唔係對佢學到係估嘅，錯，對佢啊，錯，是個袋率咪是，你浸水時直直有人垃圾看掉咯，冇，哦，你我特別人講你今日照嘅時感覺到人看到你，我冇咩嘢，我講你講我最近咧，我都對佢個 office 時，我冇你個 feel 到講成個感覺到講。有人看咯，唔是我最近對佢，我 mean during pandemic 嘅時我有當時無久我對佢，所以我有幾日到有時感覺到講實看到，誒，一人嘅款特別變個佢無迄個有，特別我只少有嘅款嚟感覺，學到我冇咪，學到係袋咧我幾隻有可能，學到幾隻唔是特別找到冇哦，攞棍厝就冇哦，學到就有咯，成個四潭。攞棍做就冇啊，是唔是？我啲都攞棍做就冇啦曬。南西你到啲學到嘅時，你講你去嗱時講你去大市，你安怎會知講你會直接每房間嘅時，你會知伊有啊無啊？個換證啊，你看知咯。哦，所以你 feel 到是講有嚟講，你是 feel 到是安怎嘅呢 ？feel 到講伊即間物件有人客，嚟啊！我鬼嚟啊！我鬼啦！鳥龜，Sugri 搬起來啊 ！Hello， 講學到係幾個數 ？OK，我聽聲。OK。OK。一聽下什麼？但係是個 like information 係嘛？嚟，差別款嚟。我甲人講地地嘅啦，你我做工呢邊嘅auntie甲人講嘅咯。所以做伊會講起嘅電節咧，即就是因為電節，馬路電節過去拜一早起5點幾嘅時，我做工呢邊嘅 building 有人跳樓。Oh shit！ So 了，人就嘛講咯，咧人就講起下，我 actually 我做工嘅 building 是，因為本是真正舊了嘅嘛，所以人講是廿拉3本嘅呢邊。So 即係。even 跳樓即係 is like in the recent years 是做樣有發生幾廿刀嘅本了嘅。so 因為了樣達到跳嗬，樣是跳內邊嘅就，樣唔是講跳 building 外口嘅就，樣是跳內邊嘅。so 一跳落嚟就是落去 B2 咯，因為第一個一個 level 就是 B2 嘛。所以人講。所以成個一個姐，你是講，你是你 building 成是一個姐，你看一時跳到中央那邊，然後就唔是跳到啲掛靠邊出去街路邊啊。唔是跳街路咯，就是啲 building 那邊。佢 in access 是唔是 ？because 你 corridor 下面就是做啲。唔知啊，我咪唔知，但應該
唔知啦，所以樣就是講有可能就是本身因為伊 building 啦什麼什麼，so 成個誒 building 樣嘅 letterbox 嗰啲都是 TB2 啊，係咪嘛 TB2 都是 TB2 level 嘅嘛，so 成個我做緊樣嘅嗰啲樣有落去，愛去 letterbox 入去係咪嗬？人講樣落去 B2 嗬，樣會 feel 到伊嘅寒是另外一種嘅，你樣會冇幾層嘅可能，特別只一隻看過，樣是冇看過啦。都嘛是講解一個 topic 了，一個 auntie 就實講，伊講伊會走啊，細漢都會看到了嘅，都會看到這物件，所以達到較濟上個樣去 holiday 啊，去學校啊，嗰陣時候，達到較濟意見都是會看到了，就會講嘅，所以伊就甲我講規個，我嘛問伊咯，所以安怎伊就我甲伊講，樣看到安怎嘅，所以特別 of course 伊無講較真正elaborate 啦 ，because 伊會驚伊是本是細漢呀，伊講伊看到是達到伊是伊驚本是啥4歲5歲咁樣咧 ，after that 人就可以入去點掉伊個手啊嘛。哦，佢 come back 去啊 ，OK。所以伊就講，伊就 just 甲我講一兩個 incident 啊，反咯，伊講伊上個有時候伊哋樣啲學校嘅時了嚟。樣困咯，成有得囡仔困下晡時會困下嘛了，有時伊驚困醒嘅時，反正你甲伊講，你會使叫伊個人莫坐佇伊個門床哦。特別 actually 伊門床是無人嘅咯，應該都是有樣老翁某甲伊查某兩人3人了嘛，反正事。了過一個咧，就是伊人講樣去跟隊嘅學校，了。伊個是 the same 走啊，甲伊講，伊房間看到一腳查某穿白衫嘅，款背，了樣就真驚咯，驚了樣嘛，無啥物敢動伊間房間啊嘛，了樣就了走去伊有 family 嘛，幾個來，伊甲伊姊嘅 family 去，所以樣了走去伊姊嘅房間，就是去伊樣大嘅房間啊嘛，所以嘛走去咯，了伊就 suddenly 想到哎喲死啊！伊物件無夾甲了，伊個西邊的物件啊，伊個面巾甲了，嗰啲伊會再經無夾過來，了嘛是愛去夾，特別驚到哎呀，本爺爺叫伊個姊陪伊過去咯，陪伊去伊個房間夾咯，樣對去伊個房間嘅時，伊講伊直接去迄個再經，迄個砧板嘅 flash。是上個人把路 flash 嘅，因為會看到伊水把路佇伊邊轉，特別樣明明到已經無佇你房間已經了嘅，了就是樣款咯。後老師，我講伊 exist 咯，樣款咯，了我係講住。感謝，即個我看到即個阿三辣西紅做唔叫佢食，有 egg sandwich。好啊！差佢掉去吉隆坡business trip 對係無掉，無看到貴咩？無，因無到下底人到 Airbnb。哦，我記啊。我問即個鵝鳥，唔是鳥龜來啊！歡迎鳥龜特別有龜告訴我，所以我就笑，我看到一邊我就真歡喜，我看到一邊想看到龜。唔是，我看到一邊我就再講有好聽嘅鬼故事俾聽。Hello，我看到你 register 我真歡喜嘛，我甲人講鬼故事。我 miss 咗 quite few times 啊！來，當你學你講報笑，冇往時鬼故事算落嚟，冇咁正了係嘛？幫你來，但係我未錄即係 helicopter 啊！安尼久無聽啲消息 OK 哦 ，OK，冇影啊 OK，because on thing try 讓係伊 industry 個在冇影到對啊，我看當今吼。So I think that's why 伊冇影啊，我本真久冇 contact 到伊啊。because 我係記講即個 Sukri 有甲伊Bandung sorry， Bandung 有甲伊講唔知 something 嘛，你甲伊 contact 伊 something 我唔知講 OK 咯，所以 OK 啦是冇影嘅啦。OK， 來，你嚟講下你有係咪 update 先嘅故事？這個 incident happened around March，so 我
達到嚟，你說去倒落食物件㗎，去摸啊是蝦米啊？我有陣時有嘅店我未入嘅嘛 ，because 因有錢物件。喲，OK， 如果在現咧 especially 用雲南咯，用愛的是飼到掛物件，so that 人未生物件入，啊無用的飼啊愛 attract more customer。哦。so 有一道我是我行過呢個 shop。伊是賣tom yum嘅，我到買了80餅，我 just 行過呢。Then after that 我 feel 到 a bit 不對皮咯 ，then but 我 feel still okay 啊 ，just that 我 feel 到貴人成只 how to say 輕愛輕安尼。哦，係 light-headed 呢。then 3 days later 我就 feel like something wrong 啦咯 ，then I don't know like a part of me 直叫我開yang Muslim 嘅 prayer 到 YouTube just go and open。so 我去開哦 ，then after 我開哦嗬 ，I started crying。我即係你家己到厝啦。我到厝我要困啦，未困啦，我 feel 唔好勢。then 我考直考了嗬，我係面咧一半是 frowning 掉嘅，then 一半是 normal 嘅，成日 stroke 安尼，所以 I also panic 啦。and then after 考嗬，伊講 in Malay 咯，伊講我愛對厝。喲，即係你聽到意思啦，你全部講出來，特別你。我講嘅，我你家己講出來。唔過我你嗰陣時接起咧時，你是無咪在啦，半青半面咧，แล้ว你小麥甲你講 after that， 你小麥甲你是一partner咧，伊梗係甲你講呢個數，伊若是無啲都唔知啊，有可能嗬。冇我 aware 了嘅。了我是甲伊講，我愛對厝，我之後我愛對厝。then after that，伊幫我咧，我問問伊咯，到落伊要對去迄個tom yum嘅店。你打邊錯你對嚟？伊是 gin 來哦。Then I think 伊是真係養嘅 gin 啊 ，because most gin 養會家己走嘅。gin 啊，我冇明白 gin 是係咪加貴係咪無相？我識講就係人嘅馬來人朋友，覺得是叫 gin 嘅，特別 gin 係咪 gin 是講會教人叫貴叫 gin 唔知？gin 是養上較寬嘅 level 了嘅。但係上個尖呢就。then 我嘅 sister 特別載我去迄個tom yum店，我停到個口，等停到個口嘅時候，我係 feel 到我規個人成個有物件出來，離開你身軀。then after that 我較好了嗬 ，2 days later 伊個對來找我。then 伊教我 thank you。哇！我想會到時嘅tom yum店。你在感謝我嘟嘟。OK， baru hapeng masih ujle hapeng ujle housing area masih Sunway Tut咯，對。hapeng u shop 咯，so。hapeng u shop 咯。向大路嗰邊嘅嗬。是 alphabet 嘅哟。是唔是叫 Bank Tut？是唔是 alphabet 嘅店？Stay Tut。是唔是 alphabet 嘅店？是唔是？意思。我 bank 嘅咯嚇，但唔是每一間就對啦。唔是每一間嘅。每一間嘅無數，我搭到去嘅 ，no problem。can go。所以你就係講，要物件你就感覺，你就感覺到啊，你免行一去，你免感覺到。你意思是講，然後一對條路咯。我硬少接咧，我也是有食嘢 food 咧，我特別好食嘅。你都冇接。即隻 I don't know why 啦 ，then 伊愛對我 ，then 我未咯，講愛對啊，個袂曉對。紅素。所以即間店是伊我有病嘅 ，then 我加半嘅。啲隻嘅。你好。我別識我講。等等嘅店，是雲南嘅店。雲南。
แล้ว then directly after 這個 incident 1 week later 咧，我個拄到個一隻。嚇，你等陣呢？你就上嘅一個禮拜拄到幾隻？你是平 normally averagely，特兜咁拄到嘅。not really 啦，我係出去較濟較有嘅啦。But 我本無咪出啦 ，because now 我 work from home 本啦，所以我本無咪愛出門啊。你出去外口嘅時候，你家己只條對嚟。哈。So after that about 1 week later 嘅時，我去買 groceries 給我 mother， then 我行過baru 喺 jalan tengah 邊嘅 traffic light， 我別對厝對sungai arah， then 過邊嘅 traffic light jalan tengah 嘅 traffic light 邊有一個多間嘅tomyum店本嚟。我係厝落頭嘅。then 我行過咯，然後行過嘅時咧，我有 feel 到物件跳入我車。多一間嘅第一間。多間嘅，第一多間嘅 ，right after traffic light。OK。我只會down嘅，我剛才唔係冇食。then 我到厝嘅時，我坐啲車來邊，我甲我媽都講，我 a bit 袂好勢 ，but you give me time 啦 ，because usually 我拄到物件嚟看吼 ，I need to 再quiet 啫，點啫 ，quiet 點啫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所以你想就要 study 者啦，你就要想叫 research 者那款。所以你厝人是在路那啦關係啊啦。所以你講，所以你嘛講，你學我點正就要 analyse 我產品物件嚟。嚇，因為我咪亂挑物件入厝啊是蝦米嘛。Unless necessary, then I no choice 咯。then 我啲坐啲車 alone 嘅 time， 你唔是換車啦，你嘛換啦。我換車。你換車，你別想講，你肯定點嘅時別錯，你個still會換車係。我 usually 是我 control 咯 ，I try to control myself，like 我咪 give in 咯。打閒咯，until the 搞好我該嚟 let go。so 我到車嗰時，我 suddenly feel 到有人 grab 我 from behind 我 neck， 然後掙掉。掙掉莫管。掙掉 ，then 我規人嚟，無咪會窗開，我 feel 到真係暖氣 ，then I feel 到袂好勢啊，我第入厝啊，然後我入去厝嘅時咧，我頭去我嘅小妹面前我倒了 ，then that time 咧，伊講我背面白㗎了，until 我鳥本來看我蝦米事嚟講我面咧，我真係坎坷。then the next day 我困了白袂起，因為我 neck 後尾嗬，伊整起來，伊 grab 嘅位嗬，my whole neck 整起來，我叫我小妹黑我推嘅時候，伊放了伊手是 grab 掉嘅咧，伊講 this whole area 整。then apparently 聽，我別多本愛坐本，我 neck 我冇咩嘢。伊整是成日講你見嘅位，成日你南邊見嘅整，伊唔是成講外口紅你皮膚發紅嘅會整，是唔是？冇，伊是見入邊整。所以伊是 start from body 有 chakra 嘛，有 chakra point 嘛。So 我 back 嘅 heart chakra usually when 物件愛接路㗎，伊 attack 咯嗬，they will attack。到底下邊會接嘅。So 伊是 from 我 heart 嘅 chakra 去到我 neck 下邊嘅粒整。So after that 我未好勢啊，我問我 friend 咯，安怎做，然後我 message 伊，then 伊講夾 B 夾嘢嘛。After that 叫人講了三話咯，關物件走。蝦米人講？八百二百。OK。So my sister 三咯，然後咧物件咧唔是掉地要做本嘅，伊是 somebody in the shop。伊 apparently 這件是 Muslim 嘅件。So somebody in the shop offended 伊。But 伊去好了嗬，伊 rush 時嗬，伊 accidentally 接到一車 ，and then attack 我。伊成日講人你去看成個我中學嘅時候，我中學嘅 classroom 只係三星嘅，所以人就小拍是人嘅後尾回來回去時，我開始走去個口去騎，我驚講人回到路，所以就是講你無到底去回到路啦。
แล้ว你接到你車了，你安怎甲會知？你幾時甲會敢知講一個是穆斯林嘅人呢？Because 我 usually on the day itself 我有meditate usually 我 meditate 啦，我會知伊愛，then 迄個物件 respond to me in my head 啦，in Malay， then 伊講in Malay 伊講you insulted Islam。Then I'm like,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drive past. Okay. แล้ว現在伊個你講講，後尾伊發覺就講唔知唔是你哦。After that, he realized 唔是我啦，伊逃避掉到我厝，伊逃避掉，伊在伊做錯了。Then 我特別夾下咧 B 嚟3幾間厝關伊。哇！你知你所以你知講伊 history 上面上個幾歲㗎，還是伊是查甫咪唔知啦？即查甫誒。比你所講嘅，伊若是 Jin， 伊是 Jin 嚟是唔是？哈。伊若是 Jin 你所講頭先講嘅是少年Jin未曉落田厝嘅嘛？即應該是會曉落田厝啩。一個唔是少年嘅啦，但是一個 quite strong 啦。所以吧，伊是驚啦，所以逃避，伊避掉啦。伊不是你講你 describe 伊成個人啊本，伊成個人，伊是唔是頂到是人嚟？伊成個人等人是想講 ，OK， 你歸心一死啊，你靈魂出來，你變鬼見的款，伊個是安尼款了。我無蝦米 sure，like 我安怎知 about 人本是我真係看 horror movie 嘅，所以即有一個 Turkish horror movie 叫做Dabbe，Dabbe， so it is about jin 嘅。So apparently jin 伊有 Muslim 嘅 jin， 伊有 Christian 嘅 jin。That's why sometimes 我就甲走you play Muslim prayer doesn't work, then Christian prayer works,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我問你講你 Muslim 嘅 prayer， 伊嘅 prayer 是伊有啥物 specific 嘅 prayer 還是蝦米？我有 specific， 我嘅 friend 叫我吹 ayat ruqyah。ayat ruqyah， 你使放嚟聽，再講一陣。你即定唔是有一個嗰後唔是有一個叫咁樣屬幾號？OK， 我聽見。YouTube， 等我咪去吹個 ayat ruqyah ayat QYAH，OK。QYAH。等我放嚟聽看伊寫成怎樣。好消息，好消息！發廣告。好消息！我阿 John 啲厝啦嚇，有幾我咪會話，你講嘅店啊嚇，伊 initial 是 WB 嘅。嚇。OK。الرحيم صدى بن الخطاب للإنتاج والتوزيع بالدمام تقدم الرقية الشرعية وننزل من القرآن ما هو شفاء ورحمة للمؤمنين ولا يزيد OK。阿妹聽到你樣嘅來嘅話，成個人阿妹咪真係佢好勁啊！冇啊，做咩別？這是做咩別聽咧？會聽冇驚嗎？我問呀，這是唔是成個你講係和馬來人嘅鬼教啦嚇，幫這阿一會有效無？會多弄掉。所以伊是成個講念學人保庇人叫人好好走，唔係嚟插亂啊，聽唔？而且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邊有幾來之類咁樣，係咯。你batu dia jele sanga jina spirit kami pun hola like Egypt liao tapi lu ka be kong wa because I kong e wa lu be how lu be understand and then lu kong e wa be understand lu batu dia apa ni kasi ka thokak telepathy pun then language barrier pun ulo last time si hale Hàn Quốc kui yo liao an hoแล้วน่ะสิลูกตู้เดียวจะแค่เด็กกับลูกเอาทองเนี่ยจะฮะ
Sorry，你拄到一个伊甲你甲伊袂 communicate，然后安怎好？安怎解？That one quite difficult 啦，because 你看到我阿龍，我 that time 無阿龍嘅 contact，personal contact，แล้ว我未 contact 伊，แล้วก็半暝 ，so then 我小妹伊accept 我แล้ว，你物件 offended，then 伊發燒about 2 days， so high fever， 你小妹發燒89 about quite high, almost 39 plus. Yo. Then the next day,我過去 temple, then 佢哋人tolong wang關本無地，所以對輪過一日， then 甲伊關去。我咪做對去即個板東啊，咪板東你睇白講過，白得報名實考啊，白東。OK 嘅，但是我有韓國幾日除咗報名實考啊。OK。Anytime。佢會搬走出嚟啊。Ghost calling 咁。Ghost calling。我俾教頭嘅講 sorry， ghost calling，hang on。我咪就係講板東，點解時我啱未過啊？我咪就係講板東嘅歷史本啊。板東諗下每細漢嘅時會看到嚇，諗下未過哦。未記啊！板東都細漢嘅時，有講過嚇。板東都細漢嘅時，你細漢時看到鬼啊！你安怎個再講變做你會甲鬼會 communicate 講話？伊個問笑呢啦，嚇對我。我幹啦。我第四冊。哦。第四冊會看起嘅，第四冊是10歲，10歲10歲咯，先年級10歲9歲啦，就啲從細漢9歲無看到蝦米啦，就是講囡仔佚佗，你看歡喜安尼款啦，10歲起就看到了咯。哦，你看到頭一擺嘅，你看到時你安怎react？你頭一擺看到時？我發燒。我發燒1禮拜，你發燒1禮拜，1禮拜發燒。特別你看到時，你看到咩？你會叫？我會叫，我第會記，我第一擺看到我第會記嘅。因為我人我讀中晝嘅冊，因為我人5點半放學嘛，放學煞了，囡仔嘛佚佗咯，佚佗嚟lapang basket 嘛 ，basketball 嚟咯。你出嚟就個而家有大樹，我諗嘛囡仔一起下骹咯，甲朋友講過咯。我看樹長無風，安怎點安尼搖，嘛看去頭頂咯，看去頭頂就愛暗了嘛，6點佚佗6點半嘅啦，無愛暗，就一個查某穿白衫，目睭長，目睭大大了紅，下去外口看見我。對去未講話咯，未講就是甲朋友講，冚數咯，你判白了咋？帶對厝咯，帶對厝。我嘛無問我咩咯，就講也好你先關你燒，或者休息去房間咯。OK 咯，困佢咪困，隔日暗暝嘛來了咯，咱困暗暝2點半嘅，咱開目睭有人嘅面起，咱頭前我一面吹火火。我一目就通出來，我無面呢，我一禮拜安尼看咯。哦，所以你看過迄個處長啊，一個查某去，你暗暝就直直，你隔一日時，你就看到無相。隔暝無相，看到無來了，無來看到無了無。哦，所以你頭一擺看到你長誒，看到時，你對佢是無事誒，特別隔暝、隔日了時，你就看到迄個。無相，你唔是看到相還是緊張，你是看到無相。無相。哦，你下時去你就直看到了。看到高當機麼？所以你看到時，你下時去是嘛真驚咯，你唔知頭唔知尾呢10歲。我昨禮拜發燒，我人看到關事了緊，但係我無安尼條青腳嘛，就是問我媽咯。嘛我看到安看我媽較掂者咯，問我咯，定是會看見呢。我講我一禮拜發燒，就是我就全過去我看到當天我講，然後我媽講咯，應該是我是未看到了咯，因為我第3代咯，伊講咯。哦，你媽本是會看到的哦。
我嘛會看到，我媽會看到，我人會甲伊人講好誒。哦，美國你嘛知，所以你有講你嘛講，at least 你嘛個會明白啦，伊會看到嘛。呀，伊做乜交代我一句咯？這物件，你愛做好，你愛做歹，是手來手啦。你愛幫忙人做你好，對你好無代志咯。但係一解咯，你袂是說甲人講話咯，你甲人講，人會講你笑咯。對，你講愛做笑咯，講咯。所以要教你按怎 handle 啦。要教我按怎 handle， 按怎看人。我看人頭一擺拄面，我看伊會看是安尼看，伊安尼看，我會知了。所以你有即種係一感覺，其實你看到幾啊日本會看到，成講伊人好歹，還是伊人按怎看日本會看到？我會知。嘛我譬如講，你人較無常，我袂是說參人。毋是我袂參人啊，我驚講咧。我講嘅話會注着你啊！你我講咪參你咯，因為我知你覺得唔係哦。你成日講較 sensitive 嘅，所以你感覺到特別較細緻。呀，咁啊有一擺咧，我有一個朋友，我人常常講過4、5個人，就你這個人點，伊常講啊啦，無領啦，這個人是伊是，嗱講安怎呀？hallucination 你講，是無領啦，講咩嘢？我講你一句，你咪承認，你愛承認你嘅代志。特別我講你咪受氣咯，我講咯。伊講你做咯講咯，無代志我無驚。OK 我講，你一個驚去外口啊，你無承認個動機嘛？你條菜驚，你條菜驚，一邊擺。所以你，當我咪你講，安尼講你物件嗬，你是安怎知咧？你是通過成個鬼啊媒到嘅㗎，還是你只係看到你會感覺到咧？無，個人我人西眼，我有一擺甲大陸人講了，我人西有一個人對緊我人嘅啊。對，你講我有我係迄個，所以你甲伊講嚇。呀，我會解講，所以特人有一個成個一 guardian angel 安尼調死去了人，所以你愛阿俊仔哦，頂住甲你講句本咧，阿俊仔哦，頂住甲你講句唉，guardian 唔驚。係咪我未叫？甲你講 guardian 咧唔驚啊 ，something 會叫我甲阿龍一個，阿龍本有啲嘅。其實就 clubhouse 是啊。我甲阿龍甲你啦，三個人是啊。打波老嘅，我係其實接住嚟打波是較老嘅，成時間。阿 Johnny 是阿 Johnny 是老嘅打波嘅。特別有講什麼？是 sensitive 即個 guardian 無呢？你甲我講啦，我寫起來，伊是recently 呢嘛，甲我講唔知幾年了，伊是只咩 educated 嘅即係Sukri講，Sukri講咯。辦到1794年 Maternal Woman 140cm 加150cm 寫嘅 well educated 嚇。你聽到時候我講咪講18%嘅嘛？แล้ว你這禮拜這個月裏面有打曬啲係咪？嚇？係咪嘅？有打曬啲係咪？冇啊！我冇啦。其實我有可能是你講我是我係爸誒特別嘅查某老兵。面個做晚可能我無啦啥驚，我無啦啥無平安，無啦啥咩。特別你甲我，點解你甲我講嘅時候，你是甲我講，你唔是講甲你唔是甲我講有一看到一個老查甫呢？你甲我講嘅時，你會再講話你講我係咩學？你講，哎呀死，你講。Oke. Walang ini kan public ya. Kalau walang Thailand, lu privacy, walaupun respect lu privacy lah. Walang, oke lah. Tapi tampo deh. 伊驚得罪咯，伊驚得罪咯。喲，你比我外口無使驚。無燒掉。
我有聽到，咁我人朋友名莎莎呀，哈哈哈哈，對鳥龜，鳥龜啊，伊名叫鳥龜，嚟過嚟喎，呢個嚟過嚟喎，伊有啲個嗬，鳥龜有啲哦。OK，呀，我多謝我多謝。有。Hello，鳥龜。嚇。Hello。我做咩啊？OK。我問你係咪教嚇？Taoist。係咪教？Taoist。哦 ，Taoist。OK。你第每擺 meditation 幾久？6久先。I think 2 months plus. Okay. 2 months. Full meditation. Not full. 要問嗰啲潮啦，我梗係驚啦，你冇講我就驚。因為鳥龜會曉 chakra 嘅，所以我哋要做 meditation。因為這個 meditation 我做嘅是 temple 教啊，叫啊。OK。你學到咩？你學到是Reiki 還是係咪？冇 actually，我係有一個 temple last time 是 under Jotanda 嘅。Sukhongbyo。So 我是去那邊 ，then 伊take 我 as a student 咯。Then 伊樣 initiate 一個人講好我to guide我，所以我 just 開我目睭 ，and then 我 just 叫迄個人講叫伊。要開OK，通到對啦。了，一直被 scan 掉當今 ，I think 萬東你 scan 掉。冇 scan 我 video 樓頂我用主隻我 video 個胖。你拔多蛋了，要愛拔多蛋了。了OK，then 當今曉辦動，你有用你安尼款嘅 ability 啦，你用你安尼款嘅會來講會看到安尼款嘅物件來做。你我會變硬啊 ，OK， 我硬會生氣啊。你用這種嘅力，平常朋友講誒，辦動來，每晚也是你來邊咧學見教法，就是能夠每路安尼物件咧。有幾哪解做嘛？我是講，我真正犀利咯。等住講啊，是聲。等陣唔知係咪聲嚟？就是人邊有聲。OK， 喂 ，sorry， 你講咩？但我冇聽到。我真正 selective 咯。我咪只學期，你嚟正個甲我講。無教了，我無愛咁嘢咁說咧，我真正穿南西仔啦，安怎穿我人睇。我是穿嘅。你是講你愛？我記得你人有 special 即個 ability 嘅人啊，你是甲了人本會看，假是你有緣，你無你個會看到，無緣袂看。是安怎款？是有緣未看，但是我人無緣，我人講未出。我人會看到無誒。但是我人講未出，你確定你 problem， 我講未出，有啥物事，但是無感覺我咪口咪講。你愛講是另外一條數。愛講是另外一條數，特別你一個人嘛，人會看到物件，你是成個了人你看會到，假是有個人你會看到，有個人你看袂清楚，假是袂看到咧，是安怎款？冇得明。安怎？你是講你是唔是講凊彩人 anybody 你叫 anybody 你本會 communicate， 還是你特別看到有咧會有咧袂？我人敢若會看到，因為伊人安尼款的物件咧，上甲我人安尼款，記得。但是我人但是你捌拄趁人，就我看頭一擺，個安尼無爽，我看吼，安尼無爽看的面，你拄趁人款會 guess 無？南西啊，你看了袂順啊，看無爽啊，我人咪看咯。
哦有陣時有人真，有陣時人真正亂呢，伊你看伊時，伊真正亂，你踏袂着伊嘅亂甲，伊嘅唔歹，伊嘅世界就亂了。OK，即個袂使踏。你是講，你也是感覺到特別往時伊聲只亂，你袂睇到伊只 message，你咪先線講，你驚講唔對。有個人真正亂呢，你看到伊聲個伊規個腦個了，伊世界毋知安怎呢？了，南西即種人較淡薄驚咯，我人唔愛甲伊。南西你看到我嘅時咧，你甲我怪識嘛？你看到我嘅時，你會感覺，你會成日看到我嘅蝦米？你講你會蝦米物件？別講嘅喎，有陣時我看到嘅是你公司嘅物件，有陣時毋是看到你人本身呢。對。有當時我人講嘅話，無會點寫，我攏無在條講。有點寫，我人唔使我講看時間呢。看時間，我等佢後年，你嚟甲我講啦，明年你甲我講啦。你看，等明年你再嚟甲我講嗰個。而你當時我人講未出動機，而我人看到哦，伊後來是安尼款。安尼款。你寫一 burden 咯嚇，對你家己，安尼款。安怎？你寫一 burden 成一隻責任咧，你袂使，你袂使講話即個物件會使講，即個物件袂使講，你人真係知。就你有誒信仰互我講咯，就你當時伊人講嘅話，伊人課中甲我講，我人袂使100%take 於心個了，我人愛廿點時untuk meditation untuk buang 這個 problem 個了。It's not my problem, this your problem. It's not mine. Gitu loh. Jadi 我人愛寫我人家己。我人袂使講甲了硬出來嘅。袂使。makanya頭講。我每伊看伊大每擺 meditation full meditation 第時，因為起嘅時個念緊2-3個，但係伊無念緊，但係伊阿擺 make shadow 伊度。你睇淡仔伊講到迄個Muslim 嘅 jin 嘅咧，你會感覺到？你看 jin 咧，若是我人當然是講牙刀。愛想拿到，愛想就我無講雜著想，特別愛想啊拿到。這個毋是人變的，這個是從我人古早有了的啊。毋是人死變，人毋是。毋是。試出來的。試出來啊？變出來的，變出來，伊毋是人變，伊是一個物件變出來啦。菜龜變出來，菜龜啦，一個粽啊，一個蝦米啊，你款咯，糖啊，即種嘅較香嘅啦。我問你運動，你看到第一件啦，你家己喊到，你家己驚嘅經驗是蝦米物件？第一件呀，第一件我是無驚，我是第一可憐嘅，我發覺。要講下。自殺誒！你去倒落，你是啲朋友會看到，是所在學校是倒落看到？無，我去我人嘅工廠。去我人嘅工廠看到。就你甲我講，伊頭直接甲我無愛甲我講，伊閃我，到尾甲我講，因為伊甲我講伊安怎死，伊嘅囝幾屆，伊嘅翁安怎死，伊嘅囝安怎死。伊甲我講過了。你甲自殺死啊？伊甲我講過了。我無驚，看到第一驚，我無驚，我是第一聽袂落是講人自殺死，伊會看中成啊安怎啊？所以你毋是講看到嚇着驚，你是聽伊人嘅故事，伊係情形。好你會記嘅，可能。你講。安怎？我想講你那款會看到了，伊會樣聽那故事，樣是要吹你來倒開手咧，還是要甲你要互人偷開，是做咩事？伊會甲你講那故事誒？當時幾若屆咧，伊人就嘛叫我講無你都攏甲我誒。講甲我嘅翁講，還是甲我嘅囝講，還是甲我嘅孫講，我都攏講
怎啊做好事好啊，安尼款，有啲因為伊人未出聲咯，未登去過去度咯。你這個工廠嘅伊都無，伊出來啦，毋是死個了啊，伊是死個咧，無一個攏無一個本話，到當期伊無拄着伊也無拄着伊翁，你嘛知，100年內面無拄趁翁，無拄趁囝，唉，即啊，講實無好慘。因為我當佢咪可能看我只唔生回來啊，喂翁。生回來可能看喂 ，Blackfoot 嚟啊！啊，在喂8多巴了，啊無我特別是腰咧。打打可以，我未掉，你可以無開。呀啊，你請可以啲開啊？哦 ，balance meal，佢有 protein，佢有菜，佢有 carbohydrate，好料。我唔知係咪米嚟喎？係咪米？哈利是係咪嚟 cook 怪啊？冇 celery，celery 哦 celery 怪，對，一想 cook 怪。OK，我未派啊。個胖啊，等我度被偷嘅隨性。你condom，你condom 啊，condom。哦，哎呀，佢咁正啊！哎呦 ，you know what, motherfucker， 我被佢落。嚇 ？Seriously？ 我未記 direct 啊 ！YouTube 有啦，YouTube 好個仔。YouTube 有嘅。Clubhouse 係啊。Clubhouse 冇啦 ，YouTube 冇 Clubhouse off 掉啊 ，replay。Oh my god！阿 John， 我諗冇。但我唔是。但我是頭先冇嗬，我哋被叫我先呢，我先呢 recorder，所以我係 sequence 嘅啦 off 嘅話。你請把他做呢個 producer 咪 ？Manu 條 fire 啊，都。啊，拜拜。抵炒嘅即刻。我去看，我落股咧，我看，有時冇得到嚟可能是10點幾10。OK， 我係小蛋，咪講 condom 啊。跟住，即係嗰度，我哋姑婆講我乜學，佢哋講個走。哦，牛龜，嗰字嚟咯。牛龜個字告訴講。冇啊，我應該冇咩出奇啊，只刀說。我哋特別攞嘅名字。OK， 好。一敗軍呀，不如。John。OK。我寫即唔是古嘢啦嘛，即是我嚟講時啥咁樣，成個我係 urban legend 嚟，啊，你知我教幫人啲乜，教幫人啲 discuss 佢啊嘅 ，OK，last time 我幫人啲是上 school 嘛，對哦，所以我係喺 school 嘅對面啦嚇，但係另外 school 對面就是你個人幫嘅嘛。แล้วอีเฮเลกินาบอกปีนี้นี่ไอ้ที่สิบหลังไอ้ชมเว้ย which is the corner house of ทะเลจารันมาสสุใจเหรอ講ทะเล overhead 啊邊啊冇because 定到冇 overhead bridge 嘛我唔知我細漢嘅時候未必都上細漢所以都唔知仲有時嗰個地喎因為我想冇看到伊伊只無影響嘅。講我啲播了。伊無對咧，伊就無那邊咧。OK，定到佢哋印度人是掉火燒了，伊人嘢伊 ashes 啲係水搶去，我想未掉。冇，人 local 咧。哦 ，OK， 人 local 印度人嚇。So anyway, he being masih usia lo ke Jalan Masuk, okay. So yang corner a house ni which is adjacent to le Lorong Batu Lanjang okay, he being usia chu, okay. Lo ting tao ni ia happy-nya masih usia le flyover lo tio deขี่เก่ากับ Hamilton Road 嘅 Common Green 嘅頭前嘅嘛。有一隻歌是也是啊。啦，我就是你講你咯。OK， 定到我細漢嘅時，呢是係你 fly over 是無起落嘅啫。OK，
，only 聽到是啲是traffic lights or something 嘅，然後冇起落嚟 flyover， 所以一起嚟 flyover 嘅時咩？一 flyover 唔是 direct 講是一個 curve 或者是唔是跌落啊，一 flyover 是彎落波嘅，你說係嚟像是 S shape 嘅咯，所以一到好 end 到啲係你間 corner house almost 夜頭正門嗰邊。嗰時 after 一起咧是咩 ？The urban legend 嘅法是講 after 一起嘅時，迄個住喺一間厝嘅人，伊會驚，迄三間會驚死去咯。Closing one after another， 三間死去，所以人去看風水線嘅時候，人講哦，一起迄個 flyover 是只抓來，然後只落山嚟驚去啊！所以就講到迄個呢，有時伊做一個 archway which is shape of 一個山嘛。所以但係個山是只抓嘛。所以就講到迄個抓，所以人就 build 迄個一個 archway。然後人捌聽過一個哦？唔捌喎，好聽啊！你講數。Jeffrey 捌聽過哦？我聽過，我唔知講上啊。哦，你聽啲係咩嚟嘛？冇啊，如果當佢一間厝哈，是一個番仔買起來啦，然後伊就無 maybe 人番仔無熟悉嘅款嘅物件，所以伊就所以伊無做咧，伊迄個阿水無去啊咯。對，因為我細漢時我感覺到個水呢，個酸嚟。係有隻狗嘅。我真係哦，我想嗰時淡薄會記，特別個冇咩 imagine。有路，講路過喺度攞嚟注意到嘅。我想唔起喎，就係上應我。我當然冇啦，當然冇啊，所以路過你冇看冇。但一定到時你一時，即係係屬於起是咧 archway 是隻酸嘅 shape 嘅。然後 that's the urban legend 啦，就是講人講after 伊做迄個橋。天橋做好呢咧，是咧伊驚一間死去，所以伊個即個 urban legend 是講是迄個人講風水嘅人講伊迄個橋是只抓來啦，已經是只伊驚一個去。我 not sure 啦，佢三間伊驚死嘅，佢唔知準無準啦，but something like that。但我唔知啊，我唔知 urban legend 唔使是人講出來，看到一個酸啊，佢講出來嚇，當時。maybe 啦，唔知啦 ，maybe 也是夜厝人誒，你家己去看風水啊，是人。我未聽。講嗰意思，係實是抓來。我未聽上啊，檳城嘅 urban legend，把當然係到底嚟講乜啦？嗬，檳城，咱聽到啲檳城嘅位 urban legend 啊。你講幾年啦？過下面嚇。我捌聽講最近，唔是urban legend，我聽你冇嘟嘟嚇，人學 IHG 買嘢嚇，當佢我聽到。對，早起冇甲看到呢。然後佢伊迄個咩啊？伊迄個我到 Facebook 看到嘛，然後特別人因 comment 講，死啊有貴嘅，你攞較好學你tourist 去大城嘅是咪？講無貴啊，然後咱家去大。我頭嘅未玩嘅。ว่า迄個是每迄個是大一個 Malay blog 嚟啦，所以伊個寫人家全部是番仔來，所以人我咪就伊 Instagram 咪上，我到 Instagram 看到人 tag 我嘛，然後我走去看，我講我寫我講我唔知我係 excited about luxury or ego stories，我講 maybe both。我冇去過佢那攞刀呢，見冇得啦，見攞刀呢 before it comes 先。所以我跟 Bruce 講啊，人2025啊，2025開，所以我講我對佢是往幾多。有幾時間可能講別啦，我真係失敗啦。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把刀老師有本來真邊頂嘅，我俾大家成個我哋都講嘅。感謝大家，下個禮拜再見各位，到底嚟收聽冇上話題，若是講小聯網嘅，我使去 Google， 唔是 Hangout， 唔是 Clubhouse，拜拜。
哎呦，是真係寫聲，跟住會酸下對。OK，拜。刷啲天明先，拜。拜。誒，不做咧。YouTube 誒，頂住禮拜無看到啲一邊，誒嚇對一邊哦，然後一邊對面第看第聽下底賣 T-shirt， 哈，唔知對唔對啊？未記啊。OK，今禮拜加再見，我死我未記 record。Oh my god， 我真冚啊！我計咁咁活。你是未講完啦，阿 John。然後我未記得 record 到啲位，攞嚟記混圖啊哈。OK，現在是start 是